分手吧。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有一座山，山上有5个洞，每一个洞里都住着一只羊。后来来了一只老虎，它没吃第1个洞的羊，没吃第2个洞的羊，也没吃第3个洞的羊，更没有吃第5个洞的羊。为什么它非吃了第4个洞的羊？因为它是老虎，它想吃谁就吃谁。你回答的好无趣啊！这是我问过你的问题。我是想问，我在你心目中，是不是就是那只为所欲为的老虎，而你就是那只被选中的羊？不是。谢谢你，你没有把我想成像其他富家子弟一样随便。谢谢你能明白，我对你的感情是认真的。今天你跟我说这些，是因为在店里看见关海了吗？我是看见关海了，但我不会认为你们有什么的。我只是看到你很开心。我知道，这在我们之间不会再有了。很多时候，我一直想让自己相信，我们的快乐时光只是离开一小会儿，它终究会回来的。可今天我确定了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。3年前，我遇见了你，就像遇到了一个梦。3年以后，我又从梦想中回到了现实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但我真的累了。我知道，你曾经想在我这儿找到属于你的归宿，你也为此努力过。也许，我们这辈子的缘分就只有3年。在这3年里，我们彼此都快乐过。天伟，我们分手吧。轮廓倒影执着，这陌生角色，仰慕着每个角落，双人一般过爱，不忍看多，凝住寂寞，望不穿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早晚都会有这一天。这3年来，你跟我都不是很开心。你说过，我不够认真，也不够努力，这些我都承认。也许是3年前，你一下给予我态度，让我觉着往后的每一天都像在国外的日子里，过得无忧无虑，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眼色。可是这3年，你不是开会，就是忙着事业，有的时候让我觉着自己就像你书房的工艺品一样。对不起。我希望这件事情等我走了以后再告诉阿姨，因
这毕竟是我们俩之间的事。好，分手了，我们还能做朋友。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告诉我，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。谢谢你。谁想的故事结果，却走散了你我，曾经清楚着爱过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请你吃个饭。实在抱歉，我不太习惯跟陌生人吃饭。谁看得到的结果，却回不到承诺，也许就这样爱过。死丫头，你就穷命，你穷命！那么好的一个男人，都让他白白的给走了啊！你都守不住，我看你以后怎么生活。我觉得现在我挺喜欢的，我挺喜欢自由。你现在这样挺好的，你喜欢自由，等以后将来喝西北风的时候，我看你喜不喜欢自由。你赶快打电话把他给我追回来，快打电话啊！你要是不打电话把他给我追回来，我就绝食死给你看！妈，我也跟你说，你再逼我，我连水都能捐！你们分手是因为关海吗？可能是因为我们彼此都厌倦了，疲惫了。